伸展運動做完啦，而家再做5下深呼吸，1、2、3、4、5。其實如果做唔適當嘅運動呢，可能係事倍功半嘅。運動係分2大類嘅，一類就係唔帶氧嘅，即係好似太極、六通拳同埋我頭先介紹過一套伸展運動呢，就係唔帶氧嘅。呢啲唔帶氧嘅運動呢，係可以舒展筋骨、強壯肌肉嘅。至於帶氧運動呢，就係跑步、健康舞同埋健步行啦。帶氧運動嘅好處呢，除咗可以舒展筋骨之外呢，仲可以舒緩好多慢性嘅疾病喎。邊一類嘅慢性疾病啊？即係好似心臟病、糖尿病、血壓高、血管硬化、中風、失眠、神經衰弱、抑鬱症，甚至老人痴呆，都係可以舒緩嘅。在我介紹帶氧運動之前呢，我希望大家聽下呢個故事先。我有一個徒弟係84歲嘅老婆婆，佢頭痛咗30幾年，原來佢有靜脈曲張症，咁呢，佢就食咗好多人參燕窩鹿茸，睇咗好多中醫西醫，都醫唔好。但係跟我學帶氧運動，唔使6個月，1個仙都唔使，斷晒尾。點解啊？原來中醫師有話喎，頭痛係有頭風，頭風呢，中醫師亦都有話喎，因為腦部缺氧。原來我哋做帶氧運動呢，提供額外氧氣俾個腦部呢，係可以呢啲咁嘅頭風嘅喎。講起腦部缺氧，大家都認識咩叫老人痴呆啦。其實喺美國曾經將啲老人痴呆嘅病人分開3組，一組就係淨係食藥，第二組呢，食藥同埋做普通嘅運動，第3組呢，食藥同埋做帶氧運動。原來做完16個禮拜實驗之後呢，做帶氧運動嗰班老人家呢，記得返好多嘢喎。咁啲醫生就係話啦，嗱，各位老人家，你哋老咗，你哋個腦細胞唔係死咗，你哋個腦細胞呢，係因為缺氧而瞓着咗，唔肯工作。所以你哋做帶氧運動呢，係可以舒緩你啲老人痴呆嘅病症嘅。好啦，我哋講起細胞，老嘅細胞會令你老人痴呆。咁我問大家啦，你知唔知道你全身有幾多種細胞啊？你全身有眼耳口鼻、心肝脾肺腎、免疫系統、淋巴腺，所有都係細胞。當你全身嘅細胞都缺乏氧氣嘅時間呢，你就真係周身病痛啦。嗱，我問大家啦，你去完街買完餸返嚟，係咪覺得好攰呢？咁咩病咯？咩病啊？肌肉疲勞、肌肉缺氧咯。所以我哋就應該每日都要做帶氧運動。其實除咗咁嘅好處之外呢，我仲要同大家講喎，各位朋友，你知唔知道你身體流嗰啲血係好唔健康啊？點解好唔健康啊？因為膽固醇高、血糖高、血脂高。如果係呢啲嘢高嘅時間呢，啲血係好結，啲血結嘅時間呢，就流得好慢啦。好啦，血流得慢，即係提供少啲氧氣俾你全身嘅細胞啦。帶氧運動呢，就可以幫你呢降低你嘅膽固醇喎，因為醫生有話，你做帶氧運動嘅時間呢，你身體裏頭能夠產生一啲叫做高密度膽固醇。咩叫高密度膽固醇啊？你哋知唔知道啊？呢，你哋使錢幾百蚊買一樽嗰啲深海魚油丸呢，就係啦。原來我哋做帶氧運動產生高密度膽固醇，就可以中和嗰啲低密度膽固醇。
咁就降低你體內嘅膽固醇啦。除咗咁之外呢，我哋可以降低我哋嘅血糖、血脂，仲有噃。如果做帶氧運動，通常我哋話出汗嘅運動，原來出汗嘅運動呢，出汗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將身體裏頭嗰啲廢物排泄咗出嚟啦。邊啲廢物啊？好似防腐劑啦、重金屬啦。好啦，所以如果你係做帶氧運動嘅時間呢，你又唔使去買咩排毒美顏素咯，因為你每日做10分鐘帶氧運動，你每日就可以排咗啲毒素出嚟啦。好，你哋認為呢個帶氧運動咁好，唔止喎，我仲要提醒大家喎。我頭先講10分鐘返老還童，好多人都話我好似50、60歲嘅人，其實你錯啦。我今年就係71歲啦。你覺得我健康點樣啊？原來我4年幾前開始做帶氧運動，咁已經今時今日我嘅身體狀況係同4年前完全唔同啦。4年前我係200磅，而家180磅。4年前我坐骨神經痛，要個仔孭我去睇跌打醫生，而家我行得輕鬆愉快。4年前我啲膽固醇高到成9度咁高，而家我只有5點幾度。大家覺得係咪帶氧運動非常之好呢？不過我仲要提醒大家，有一樣嘢令你哋嘅健康影響最緊要係咩啊？壓力。原來你經常都有壓力嘅時間，即係好似夫妻不和、婆媳反目、父子成仇、工作繁忙，一有壓力嚟到嘅時間呢，醫生就話啦，你嘅血管會收縮。你血管收縮嘅時間，你啲血就會流得慢。你啲血流得慢嘅時間，你嘅細胞就會缺少氧氣啦。所以我哋一定要每日做10分鐘帶氧運動，去舒緩我哋啲血管，嚟到舒緩我哋啲壓力，咁我哋嘅健康就會非常之好啦。總括而講，我哋呢個帶氧運動嘅功效呢，有8